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5章。非斯都就任3日后，对凯撒利亚上去耶路撒冷。祭司长甲犹太人的领袖对伊控告保罗，因请求非斯都拜托伊将保罗送去耶路撒冷，因计谋伫路中埋伏要甲伊杀死。非斯都应讲：保罗关伫凯撒利亚，我家己嘛念边要转去遐，所以恁中间做头的人，通甲我做伙去凯撒利亚。这人若有做甚物毋对，因通伫遐甲伊告。非斯都住遐正10日，就倒去凯撒利亚。隔日，伊开庭，命令人带保罗来。保罗一个出庭，对耶路撒冷落来遐个犹太人，我来徛伫伊的周围，用真侪严重的罪名甲伊控告，毋过摕袂出证据。保罗为着家己辩护，讲：我对犹太人的律法，也是圣殿，也是罗马皇帝，拢毋捌做甚物毋对的代志。毋过非斯都为着要互犹太人欢喜，就问保罗：你愿意上耶路撒冷，伫遐为着这个告诉接受我的审判无？保罗讲：我现在徛伫皇帝的法庭，当然着伫遮受审判。你明明知我并无得罪犹太人，我若有做毋对，犯着该死的罪，就是着死。我嘛绝对袂逃避。毋过因的控告若无事实，无人会当甲我交互因。我要对皇帝上诉。非斯都甲顾问参详了后，因讲：既然你已经对皇帝上诉，就去皇帝遐。过几日，阿基帕王甲毕尼基来凯撒利亚，对非斯都表示敬意。因伫遐住几日了后，非斯都将保罗的案件讲互阿基帕王听。伊讲：伫遮有一个菲利斯留落来的犯人。我去耶路撒冷的时，犹太人的祭司长甲长老有甲伊告，要求我甲伊定罪。我甲因讲：照罗马人的惯例，被告还袂甲原告面对面对质，还无机会为家己辩护，袂当甲伊定罪。所以因拢到位，我随时伫隔日开庭，命令带迄个人来。原告徛起来控告，毋过所告的无一项是我所想的遐尼多。因甲伊争论的是因家己的宗教问题，以及一个叫做耶稣的人的代志。伊已经死，毋过保罗主张伊还得活。这个问题我毋知着安怎调查，所以问保罗看愿意上耶路撒冷，伫遐为着这个代志受审判啊无？毋过保罗请求继续甲伊扣留，听候皇帝裁决，所以我命令甲伊扣留到送交互皇帝。阿基帕甲非斯都讲：我家己嘛爱听这人讲话。非斯都讲：明仔载你会当听伊讲。隔日，阿基帕甲毕尼基非常请迎入场，带指挥官甲市内的要人进入大厅。非斯都下令，保罗就互人带入来。非斯都讲：阿基帕王甲在座各位，恁看这个人，伫遮甲伫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太人，拢对我请求，话讲着互伊死。毋过我查袂出伊有犯着甚物该死的罪。伊既然家己对皇帝上诉，
我就决定甲伊送去。关系即个人，我无确实的资料通对皇帝听奏，因为安尼我才甲伊带来国位面前，特别伫阿基帕王你的面前，查明案情了后，通得到资料听奏。因为照我看，押送收犯无证明伊的罪名是无合理。